中国的款机轮一直出现伫咱海底电缆线附近，早起也出现伫咧屏东。海巡回应讲，这两只拢无入去咱的海缆海峡内面。过年到大呢，这病院的急诊室是拢塌甜，也有真侪人伫咧等病床。就护理师表示讲，薪水加工时长是造成欠人的原因。有民众买新型会当吸伫手机后壁充电的行动电源，充电充到一半，却熊熊爆炸，害伊重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4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过年到单，各大病院急诊室是拢塌甜，医护人员对外讨救兵，这显示讲咱台湾的医疗量能已经进步啊。行政院长杜永泰早起就指示卫福部爱做好相关的整备，卫福部下晡也开记者会说明，讲会透过病床调度等3大底基策略来应对。另外也提出强化护理能力整备，鼓励病院投入这急动症等2大改革方向，而且也会研究调整健保给付。今年过年连假有9天真长，加上禽流感，也有乳脑病毒流行以及寒流来袭，造成最近各大病院急诊员工是人口口。行政院长杜永泰20时早起就要求卫福部报告相关的整备，也让卫福部也第3摆找医界来参详对策，并且由卫福部长柯泰源亲身来宣布，短期内会有3大应用的做法。包含医学中心强化院内病床调度，加强区级病院联防机制，也有强化民众分级就医的资讯。轻症如果能够减少一点到大医学中心的急诊，而由区医院、地区医院甚至社区的诊所能够处理住院住不上去的问题嘛？住不上去的问题是医院要去调床。另外，就所解护理能力无够，改善工作场所环境，卫福部对去年113年3月开始实施病院3班护病比的制度。近3个月来，医学中心整体达成标准上悬超过6成，区域病院整体达成标准大约5成，地区病院大约是9成。卫福部今年已经编列公务预算大约66亿，未来4年的投入275亿，协助病院护理人才留来。行政院从去年开始通过，也就是4年275亿的投入在护理人力留才的准备计划里面。卫福部强调，今年新增加地方卫生局同步建立各县市病院护理能力移动、甲病床调整自主通报，协助病院做必要应变。另外，为着鼓励病院加入急动症，也建议健保调整给付。柯泰源搁再呼吁民众，若有任何健康问题，请优先找这社区的诊所来处理，争取治疗时效，也落实分级医疗的制度。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卫福部的公告，讲24到24早起的8点半呢，这台大病院和南口重建这等待住院的人数拢超过100人啊。就前线护理师是认为讲，薪水伤低、超时工作者的因素是造成护理师一直辞职的原因。也有这急诊室医生是提醒讲，若阵这款的制度无要改善，情形会愈来愈严重。急诊室的门口，救护车一直出入，也有救护人员的身影无用支持。全台急诊塌掉的状况排解，敢若24到早起8点半，台大病院等住院的人数捌达到105人，南口登记165人，一直到下昼台大等住院的人数才降到100人以下。各大病院拢出现轻当无工塌掉的情形。我的会员跟我讲，他已经12个小时没有吃没有喝了。没吃没喝12小时，护理人员都说只要白班的起薪5万就可以啦，你为什么做不到？专家分析，急诊室部分的关键是一环扣一环，包括护理师普遍加薪，再加上早暗轮班，也有长期超时工作，已经引起一波一波护理离职潮，所以锁定护理师工作会更加吃力。工会统计，今麦护病比已经达到1比18:20。那他本来是急诊的业务人进来，那他有各种不同的急诊的状况要处理。那现在因为没有办法上去，他就得要去处理住院这一些routine的，就我还要一直在进入的病人，其实对他来讲是不堪负荷的。根据2024年统计，护理人员半年离职人数超过1700名，职业率更加只有58.4%，欠人力和各大病院关床状况明显增加。最后，门诊病人只会当到急诊等待病床，造成第一线无用的天度搁翻倍。另外，今年也有流感陆路侵袭，住院需求增加，医师提醒制度面无改善，最后结果是强势严重失衡。就是台湾从来没有落实分级医疗。
其实落实分级医疗就能解决一大部分。轻症本来就不该直接跑到医学中心，住院的部分也没有落实分级医疗。基金医学会呼吁，体管、护病比、心水等拢是细节，上重要是大方向，也是爱落实医疗分级。毕竟就医无底限，民众自然去大病院急诊踢到，只会继续恶化。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雄海军官校、空军官校对2月中开始呢，就学生出现吐骨头情形，加起来有155个人。卫生局初步认定，这应该不是食物中毒引起的，敢是去喂到这诺如病毒，这部分阁爱检验。挂手落啊，斟酌切互清气，教室内底桌啊、椅啊也拢爱切，公共空间也着消毒。因为海军官校有151个学生拢发生走白的镜头。23日，有症状者累积151人，皆为学生，而且分属不同班级。初步研判为腹泻群聚感染。空军军官学校卫生局则是在2月21日接获通报。市府表示，15接到海军官校通报，到23中昼进前151个学生有走白的镜头。空军官校也在21通报市府有学生出现烧伤的状况，到23中昼进前有4个人去看医生。海军官校指出，顶礼拜有部分学生胃肠无爽快去病院，医生讲是急性胃肠炎，治疗了后拢好啊，也照规定通报，会全力配合调查。初步排除是食物中毒，也会宣传注意个人卫生。也若卫生局研判是集体走白感染，也无排除是诺如造成的。在我们的门诊里每天大概2-3成的病人都是肠胃炎的一个症状，主要还是以诺如病毒为主。小于5岁的孩子或者是老人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可能会更严重。医生讲，根据卫福部资料显示，今年过年期间急诊走北看医生的人是最近5年上侪，9成以上感染的人都确诊是诺如病毒。最近伊的门诊也未少人是喂到诺如，呼吁民众爱吸食洗手，海产着煮好些较食。目前2间官校敢是集体诺如感染，检验报告也未出来。公视新闻综合报道。这条新闻，观众朋友要注意哦！即马有一种新型的行动电源，就类似吸铁同款，会当吸伫咧手机的后壁，就会当充电啊。不过有人普遍讲，这充电充到一半，说是熊熊爆炸，害伊受伤。业者表示讲，因的产品拢是有经过认证的，若准民众袂放心，拢会当摕回来换。这位女性坐伫办公桌头前，工作到一半，熊熊胸坎头前一阵火光。搁来到砰一声，足大声，互伊规个人向后飞出去。边仔的同事是惊甲硬去啊，因为这熊熊的状况，竟然是伊的行动电源充电到一半爆炸啦。我差一点那个命丧黄泉，因为就在我前面而已，睫毛跟我的眉毛，还有嘴唇，还有脸颊，全部都被烧烫伤。这种意外，互伊毋拿衫，互烧歹去。佮有伊的喙皮、目睭皮拢烧着伤。事后，这位查某佮发文警告讲，自吸式的电池真正唔通用，会爆炸。但是因为磁吸比较方便，它就吸在手机后面，而且又薄薄的一块，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拿它进到浴室啊或者其他地方，那多多少少可能会碰到水或者其他一些环境里面，造成它的电池损坏是有可能的。爆炸原因佮咧厘清，不过根据了解，爆炸行动电源是阿哥元素机械自吸式行动电源。这位女性去年9月才伫实体店面买到，使用无到半年。针对事件，阿哥元素是发布声明表示，工程技术团队正在积极调查当中。另外，若准消费者手边的行动电源有符合2个型号，会当免费换新品。另外，佮强调讲，所有充电器类的商品，拢通过经济部标准检验局，也佮有国家通信委员会 NCC 的相关认证。看说他可能有没有什么负面的评论吧，也是看说他就是认证上也算是一个保障吧。特别注意品牌的部分，都挑大品牌。对，比较安全。专家也强调讲，就算有经过认证，若准错误的使用习惯，依然有电池歹去的风险。日常的使用一定要注意。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这条赶快爱注意哦！讲到即马要调整这吹气的型，会当用一种透明的塑胶胶套啊。不过钓民众指控讲，某一个品牌的透明胶套，颠倒会害你起花倒救起。这受害者有200多人，因有造成自救会，即马要告业者来讨赔偿。来自新加坡的稳型气套品牌鼎亚，透过名称、网称等代言，大量现光行销，也毋过传出有部分消费者使用了后出现状况，像有人的喙齿矫正进前，头前齿好好的，也毋过矫正了后，
加合出现问题，甚至造成气化萎缩，加做永久性的伤害。目前已经有200多位受害者成立自救会，要向厂商提高讨赔。已经佩戴大概2年左右的时间，我其实下排的牙齿还陆续在增加，萎缩的颗数。然后竟然出现割舌头，把我舌头割成这样子的状况，牙龈被压到红肿，舌头被割破。自救会成员表示，电牙产品所谓的医材许可证，卫福部是核数之核准矫正软体的原料，并不是核准起套成品。也毋过，电牙母公司优雅所直接伫中国制造稳型矫正起套成品，佮用快递输台，依据液体技术司法规定，客制化医材服务，要由专业的喙齿技术制造。电牙产品亲像违反相关的规定。透明矫正牙套成品为客制化器材。为医师人员执行法定业务之产出，该牙套之输入无需另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查验登记或登录。是核数强调，自救会所公布的产品供应来源、广告等代志，已经请所辖的卫生局协助调查厘清，会依法办理。红点名的电牙台湾公司是发声明强调，产品合法合规，也非常重视消费者的权益。这件代志背后涉及恶意市场操作，已经采取相关法律行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咧较早是死鸟吊树头，死狗放水流，不过即马是无共款哦。现代人饲宠物的数量是愈来愈多，宠物的产业也开始出现一寡乌白白的所在。针对这个宠物盘，若阵过身了后，这个品种管理，事实上法规也是无够周知的。农业部也表示讲，会继续辅导业者用地合法登记。手机啊、相簿内底拢是含心爱的狗仔、花花、旅行的记忆。对本岛到外岛、上山落海，搁做伙耍耍，早就已经互王先生认定是永远的亲人。花花17岁离世，想起来也是互伊目眶红。最后一程，伊也委托宠物生命业者，互花花通真体面来告别世界。除了是好朋友以外，也是家人。那他们要在走之前，也要有得到一个应有的，基本上最好的一个方式。不是只有随便就是包一包，然后好像垃圾这样子丢掉一样。不过，过身送别的全台湾数百间宠物生命纪念业者，有真侪拢伫定义无清楚的地带，大主大意设立宠物尸体小型焚化炉，甚至是投机说名目收钱，拢摊成真侪争议，甚至有公共安全的疑虑。目前全台湾敢若桃园甲台中有相关自治条例。业者爱得到地方政府的许可证才会当营运，其他的县市敢若农业部所定的审查作业要点来规范。虽然2023年已经绑定合法化的标准，不过申请的业者犹原无到实际营运的数量。目前大概已经收了有70几件，我们已经同意了10几件。目前的那个变更编定是中央同意之后，那地方还要去做一个实质的审查。那实质审查之后，这个土地变更成特定目的事业用地之后，它才能够去申请后续相关的一些建筑的一个规范。宠物伫主人的心内留下宝贵的生命经历。最后一程也好好讲再见。不过，大多数的县市政府无定自治条例。农业部坦白讲，业者伫营运的过程当中，只要得到商业登记，实际上也毋是无合法。目前宠物饲养业者上接拄到的问题，就是土地合法化，安怎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同，确保公共安全，也当好好处理宠物的丧事，犹原是挑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高雄旗山的这个马头山，防发现讲1月时阵有人来遮偷盗足侪粪扫，经过40外天的埋伏，检方一声就抓到这个人，拢依照着这废清法甲因起诉，而且限期呢，爱甲这偷盗的废弃物拢总清掉。都超过土壤管制标准，然后同管制是400嘛，然后这是12000多。摕快速机器凊彩测，土巴内底重的量已经超出管制标准30倍。马头山我近内湖附近的地区，1月互人偷盗事业废弃物，环保团体发现随通报，经过5外月埋伏收集证据，20环保局启动检调内鬼，发现这大个除了营造业的土屎以外，更有电子业的塑胶粪扫甲不明的黑色土粉，因为验出重金属超标。这个所在佫是伫水源地，环保团体呼吁检调一定要严办。更何况码头山它本身在这个地方地质就非常的脆弱，
那底下污染的水源，它就会流往二仁溪或高屏溪。那这个是全体一个环境共同买单的事情。这有毒的废弃物大约深度超过4公尺，总量大约有2800吨。环保局估计清运处理费用超过1亿。这个所在有保育类的台湾水鹿、拉力等野生动物，附近的湖阁是当地农用水源。环保团体要求赶紧将废弃物再造，好好处理受污染的土壤，若无后续影响加排高升。跟土壤混在一起，所以它其实造成这里土壤极严重的污染。尤其我们从这个看下去，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湖泊，然后这边又是在比较高的地方，所以下雨的时候，这些就会顺着这个跑下去了。弃置规模庞大，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本案涉及非法弃置废弃物，依法可处1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并可并科1500万元以下罚金。因为20抓到7名嫌犯，和桥头地方法院裁定交保。现在地检署也考虑要提出控告。环保团体认为，安尼做唔是头路，袂当放火规山，互因甲尾流藏起来，一定要追查源头，才会当互这不法分子唔敢搁黑白来。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这罗西亚和乌克兰战争到当时还未停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伊就公开表示，愿意用总统的位来换未来和平，愿意实质的来当作是乌克兰加入北约条件。那针对到美国总统川普要求签这美金5000亿的天然资源稀土协议，泽伦斯基是表示，这部分会搁再甲美国协商。23日，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场乌克兰战争论坛顶面，总统泽伦斯基公开承诺，若准伊落台会当换乌克兰的和平，或者是成功加盟北约，已經準備好啊。Якщо мир для України, якщо вам дуже потрібно, щоб я залишив свій пост, я готовий. Друга історія, можу поміняти це на НАТО. Якщо є такі умови, одразу.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积极介入结束罗西亚和乌克兰战争的谈判进程，也予伊和泽伦斯基的关系拍不薄。顶礼拜佫讲泽伦斯基是无经过选举的独裁者。纽约时报日是引述北京的消息来源指出，泽伦斯基应该随离开乌克兰，刷去法国大，卡免阻碍到罗西亚和乌克兰的谈判。泽伦斯基23强调讲，敢若真正的独裁者才会感觉互川普冒犯。若准乌克兰的戒严法结束，就会举行选举。Після закінчення воєнного стану будуть вибори. І люди зроблять свій вибір. Так, десятиріччя у владі не збираюсь бути. Але і Путіну бути при владі над територіями України не дамо. 也若川普政府要求乌克兰签5000亿美金，大约是16.4兆的台票，真悬的天然资源交换协议，来保障美方过去3年对乌克兰的各项援助。泽伦斯基23强调讲，以伊的理解，美国是拨款援助乌克兰，唔是贷款，也无需要还，伊也绝对袂签下这种留予乌克兰子孙坐的协议。Все нормально. Я просто хочу діалогу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Трампом. Мені здається, я справедлив в тому, що я хочу діалогу. Я не підписую те, що будуть виплачувати 10 поколінь українців. 根據《紐約時報》得到的上新協議草案，美方要求烏克蘭提供包含礦產、天然氣、石油等自然資源收入的一半，也閣有港口等基礎設施的收益，一直到達到5000億美金為止。而且協議閣規定講，未來美國每提供1美金的援助，烏克蘭就要還2美金。澤倫斯基強調講，協議根本無提起到對烏克蘭的安全保障，所以伊袂簽字。也重新強調，未來任何有關結束戰爭的談判，必須要加入烏克蘭、歐洲國家甚至土耳其。公司新聞警員強編譯。咱拢知影，政府目前这3年前的今仔日，羅西亞出兵打烏克蘭，為了要聲援烏克蘭，波蘭台北辦事處拜一伫228紀念館舉辦羅西亞入侵烏克蘭3週年紀念活動。波蘭有電影製作人拍一出叫做《人民》的影片，這影片是呈現到這羅西亞入侵烏克蘭，烏克蘭人是佇遐生活當中碰到這驚嚇的代誌。那這個電影呢，除了佇台灣放送，未來也佇咧33個國家。39個城市放送，希望大家繼續來聲援烏克蘭。
规涂骹拢是互穿单士的兵仔，乌克兰的百姓逐工拢过甲足惊吓。罗西亚拍乌克兰这场战争已经拍3冬，波兰的电影制作人以乌克兰的战争做背景，拍这出电影《人民》。影片主要演员拢是乌克兰人，希望透过这出片来声援乌克兰。I'd like to thank all those who contribute to the support of Ukraine. First and foremost, here in Taiwan, I'd like to also extend thanks to Taiwan, to Taiwanese. 2022年2月24、3冬前的这天，罗西亚出兵拍乌克兰，为着要声援乌克兰，波兰台北办事处8月伫咧28纪念馆举办罗西亚入侵乌克兰3周年纪念的活动，也放《人民》这支电影。这部电影除了会伫台湾放送，未来嘛会伫世界33个国家、39个城市放送。伫咧现场的乌克兰人嘛分享这3冬的战争，对故乡的不甘，认为罗西亚政府应该爱受到国际上的处罚。And democratic allies just won't be able to do anything. And this put a lot of threat for Europe and obviously for Taiwan, which is one of the bloody goals for China. 乌克兰自由民主联盟表示，这届电影座谈会会选伫228国家纪念馆举办，有真大意义，因为台湾的228国家纪念馆嘛是纪念过去台湾人维护民主、为民主所战的所在。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美国航空有一架对纽约要飞去这印度新德里的飞行机，顶头有载199个人。半中途煞接到这飞弹的炸弹恐吓，必须爱射翻头。落尾是意大利战机升空来甲因保护，捡伫咧罗马机场。加在经过相关单位检查了后，无发现到炸弹，才证实讲这就是一站假消息。透过战机视角，会当看到甲另外一架战斗机同齐护航。这架美国航空的班机，这是美航一架原定为纽约飞去印度新德里的班机，伫飞过里海顶面的时阵，接到公司通知炸弹威胁。迄当时离到新德里也有大约3点钟的时间。I think we got past Rome, and I think we were maybe like 2 or 3 hours away from India. And then the pilot came on, PA. He said, there's been some security issue, like we need to actually turn around and fly to Rome instead. And then we didn't hear anything for a couple hours. And then when we got closer to Rome, they mentioned that the Italian Air Force was going to fly some jets next to us. 这架编号 AA292的美航波音787-9梦幻客机，搭载199名乘客甲机组员。在2架战斗机护航之下，当地时间23下到5点22分降落伫罗马费乌米奇诺机场。航班降落了后，随即接受执法单位的检查，并无发现炸弹，乘客也爱接受另外安全检查。确认无问题了后，有计伫罗马过暝。立时继续飞去新德里。Everything was surprisingly calm. Like in your mind, trying to play out scenarios like that, you think people were in a panic, but it wasn't the case at all. Everyone just sat. I don't really think, even after the 2-hour point, I don't think the majority of people knew what was going on or had an idea about the bomb threat. 也毋过，就算最近意外事故定团，全美国也发生几啊摆空难。也毋过，好野人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有关决定裁减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超过10%人手，就算防止技术研究甲滥用业务的项目也被当免除，引起管理阶层甲基层员工忧虑，这支裁员真无道理。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咱台湾伫咧国际体育比赛有再有好消息啦！2025年亚洲青少年击剑锦标赛，台湾队拍败中国南韩，搁再摕到男子重剑团体金牌，也打破参赛历史。颁奖典礼放送咱国的国旗歌。2025年亚洲青少年击剑锦标赛，咱国男子队小连续对战南韩甲中国等等真强的对手，23顺利摕到男子锐剑团体金牌。
因是台北市中正高中的教练丁宏凯，甲主要的选手陈炳尊。2017世大运这整个承办后，我们有很多的软硬体设备都移拨到给整个台北市的一个击剑相关的基层学校。中正高中陈明君以外，怀生国中的苏敏义，他也是我们训练站的选手。这届比赛拢总有20队参加，咱国的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进前伫准决赛拍赢中国。决赛的时阵，选手保持真好的心理状态，将其尾以45比40拍赢真有实力的南韩队，完成金牌2连霸。平常时10天的训练，让因这届摕到好成绩。击剑其实是一瞬间的一个即战力很重要，所以他们平常训练有素以外，给他们一些国内国外的这个比赛的一个场合跟机会，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你比赛输的时候，你当然想放弃，然后可是转念一想，就是下次把它打回来的话，你会很有成就感。目前中正高中有专门训练击剑、甲武术等等的体育班，加做咱国内重要的体育选手培训的学校。这届参加比赛的选手，也有读建中的林慕祥、台中新民高中的李友新，也有台北市华生国中的苏敏仪，而且因阿兄嘛是中正高中击剑的选手。公视新闻台北报道。朝野立委含这民间团体进前有召开公听会，呼吁政府呢，就要把这劳动节、教师节定做是国定假日。不过内政部表示讲，目前一年放假是115天到116天。目前公务人员含劳工的全国纪念日含这节日放假日，拢已经是要讲啊。未来会继续收集大家意见，找出共识。欢乐工时过长，影响教师身心健康。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建议呼吁政府今年爱落实5一劳动节、甲928教师节放假，搁爱法制化。也毋过内政部理事强调，合计1礼拜休2日了后，全年放假日数是115日至116日。目前公务人员甲劳工的全国纪念日甲节日放假日已经渐渐共款。劳动节这一天应该要全国放假，因为没有全国放假，所以造成很多的一个不便啊。透过弹性去做处理，其实还会有很多协商的一个问题。共款要求涵盖移民的劳工团体也大声化，要求政府将2016年10月民进党政府以全国国定假日一致性，确定3减的7日国定假日还给劳工。这7天假除了让劳工在国定假日来加班给2倍薪之外，我们更希望劳工有更多的时间来休息。另外，国民党立委吴富庭已经提案的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草案，立法院新会期会继续推修法，将放普条的7日假还给劳工。讨回7天假一直是长期以来各个劳工团体每一年他们在街头上的非常重要的诉求。我们今天又不是讲说一次要增加20天、30天，不是嘛？很多人讲说也可以修正特休等等的方式，这我们当然不反对。但是实务上特休有卡到年资的问题。因为你如果菜市场喊价，大家不会喊吗？喊更多更好。我们不能去忽略掉劳工他们的需求，可是同时怎么去兼顾到产业在经济发展的需求的时候，所以才会说要好好的坐下来谈。海劳7日假阁引起关注，内政部强调纪念日甲节日精神，名称甲放假日数涉及范围真大，社会有无共意见甲期待，未来会继续征求各方意见，努力凝聚共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内政部进前有预告建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标准草案，只要新起的起出来，也是讲改建的建筑物的面积有到1000平方公尺，每20平方公尺就要设1瓦的光电，这4大类建筑物会当2瓦。那准甲伊推算落去呢，这整体发电效益一年的电能产值大概有17万瓦，是这5万户徛家一年的用电量。北州台北大安区的社区主体厝顶，加设有约250平的厝顶太阳光电设备，温度只要透过手机 App 就会当查询当地的太阳光电发电量。顶楼的温度都会降下来，绿电的贡献呢也是显而易见的，解决了社区每年要花很多的钱去修顶楼漏水这个问题。为了配合再生电源发电条例，内政部定期预告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标准草案，预告期60日。目前规划新建物建筑面积达到1000平方公尺以上，也就是大约300平；也是建筑物增建改建时，建筑面积达到1000平方公尺以上，拢爱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每20平方公尺爱设1000瓦。台湾是一个日照很充足的地方嘛，屋顶事实上是很适合设置太阳光电，而且我们台湾比较地狭人稠，我们尽量可以使用的空间，像屋顶啦，这也是一个非常好可以利用的地方啊。
另外，草案中也有4种建物类刑度化，包括施工条件不足、宗教也是并重类建物、危险物品类建筑，甲因为构造系统也是使用用途特殊的建物，拢会当无纳入规范。内政部指出，估计整体法定效益当年会当提供大约17万千瓦，相当1.5万户的客家用地。它的门槛也应该更低一些，100坪当然比较多看得到的建筑，300坪真的很少。目前看起来是有政策，但是没有奖励。那是不是未来把奖励的配套措施放进去，让建商的成本不要太高，因此影响到房价？经济部长郭志辉去年要证实要达到20吉瓦的太阳光电总地量目标，会延后到明年11月才会当达标。其他专家表示，内政部要推动促进设置太阳光电，不如先伫公有场合做示范，也是推出配套措施。内政部表示，目前也伫草案阶段针对各界声音，会看情形随时检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人讲拆家状元财，毋过拆钱就爱解摆。高雄有一个贼仔呢，2年前甲这开锁的人骗，甲别人偷摕1块12000块的金牌。1个月后想要继续共骗，说互这开锁的人认出来，伊就报警才抓人。落尾这个贼仔呢，互判刑7个月。提出锁头，这位有40年经验的老师傅，10秒到30秒就成功开锁。这项特殊的技术煞互嫌犯利用。2年前，细陈的贼头锁定一栋老仔厝，假做是厝主要开锁。师傅接到电话了后到场，特别大声问讲谁人要开锁。细陈的嫌犯出现改应，师傅要求对方提出证件，伊煞骗讲证件锁伫厝内。拍锁时的师傅唔知情，就把门拍开，互贼头真简单偷走厝内12000块的金牌。应该这是惯窃啦，伊就摕偷了习惯啊，对无？伊老伙仔伊即马可能感觉摕咧做无什么代志，嘛是捌去偷摕物件啊这种了。那个是客人，客人来吃碗粿的时候，观察地，他说要掰爆了，觉得怪怪的。代志发生伫2年前，师傅开锁无偌久了后，就互告知互人骗啊，赶紧请厝主报警。只是事发过1个月，刚一位姓陈的男性又搁敲电话要求开锁，因为地址相共，声音也拢共一个人。师傅认出嫌犯，连工具拢无查，就会同警方到场抓人。后来这位贼头互判7个月。你嘛判断袂出来，拄着讲你叫开锁啊，怪怪啊，在咧看后壁啊，惊，迄就咱就爱注意，就唔敢开。所以开锁本人伫遐，才会当开；本人无伫遐，就袂当开啦。避免开锁机卡互歹人利用，师傅会先请对方提出证件，并且伫对话当中观察对方敢有误会。若无法度提供证件，也会挑工大声甲伊问，互厝边知影讲有人请师傅来开锁，也借机会判断这个委托人敢是真正住伫开锁地点。也因为开锁是特殊技术，常常爱配合警方执行任务。根据了解，警方也会对管区内底的拍锁时的师傅有掌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最近有民众收到批信，内面是放一张假的，这证券专员美是含一本猎人公司的投资报告书，被拐伫咧上市上柜进前咧先来买股票。这个民众拄好是调丰证券的客户，险险的去互骗去。敢是这民众的个资泄露出去咧？目前调丰证券是还未回应。收到一堆真假资料，用传统假配件来，有民众甲配件拍开，内底全部拢是投资的信息。一本投资报告书附着一张美示，顶头写讲是调丰证券专员推荐的，企业专攻猎人的项目，营造美好的环境。公告敢若真有这回事，更加有详细流程，教人安怎认买这个股权，用抢伫上市上柜进前，早一步变股东，若是错过就无机会啊！不过这一切亦阁是诈骗，意图使民众交付身份证及缴交股款等。所幸该名民众呢及时向警方反映，并未遭到诈骗。其实，无论是投资目标，也是惯上美事，拢上无用的，千万袂使相信。警方警示，诈骗集团搁在换这招数，改用传统的旧路，用纸本的资料邮件来骗人。有专家分析讲，这个犯罪组织背后其实有另外用意。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在网络上接受到这样的讯息呢，都是假的。于是乎，他们采用传统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民众应该是已经被锁定他的个人资料以及个人的资产各方面的，他觉得这个是一个肥羊，直接寄送纸本到他家。有民众本身就是调丰证券往来户，收到这份资讯，差点就骗去，加在及时有查证。不过人客姓名也个地址这个人资料，诈骗集团哪会拢知咧？由安等台警方进一步来调查。我们公司不会用这种邮寄的方式来做认股的这个行销的资讯。我们第一时间呢有先到这个
附近的警察局做报案，因为他伪冒了我们公司产权。除了传统寄来资料爱注意，警方也公布20组高风险赖 ID 户头的号码，包含 XJJ168、19955等等，也有用警官的薪水要找人才这手法来骗人，千万唔通加入好友，若无恐惊落去诈骗集团所设的陷阱。记者综合报道。劳工权利爱家己争取哦。这国内专门做员工上下班系统的业者上合行，最近有真侪桃园厂的员工去投诉讲，这公司不准用请假，下班了后，搁再用这通讯软体来维护员工，讲爱处理一寡工课上踏踏地地的代志，要求这市政府着爱裁，而且爱依法裁罚。捍卫劳工离线权，捍卫劳工离线权。大社会保卫劳工理所权，劳工含道团21日透早伫劳工教育大楼头前抗议上合行。下班了后，厂长继续伫通讯软体要求员工协助排除工作的问题，又搁无互因加班，要求汤市府明查依法裁罚。我先生下班之后处理孩子的当中，还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情，已经占用家庭的时间。我们劳工离线权的部分，其实还有很多的雇主没有这样子的法律概念。下班公司还会再来打电话说什么赶快回电，或者是说在那个上面有非常多的讯息，就是说，请问哪一件事情，好，这个怎么处理，处理到哪边？有关劳工离线权，劳团表示，法国伫2016年就明定伫劳动的相关法令内底，美国和其他国家也有相关的讨论。台湾煞慢其他国家真侪年，要求主管机关重视。针对全国出名的财经系统业者上合行，最近对发千场的争议，劳团认为讲，主管伫下班了后，伫通讯软体交办工作应该日日加班。对此，资方代表无愿意受访。商和行股份有限公司因为调动及资遣费、非自愿离职证明书，还有加班费的争议，申请劳资争议调解。那并在今天要召开劳资争议调解委员会。劳动局表示，除了劳资争议调解，劳动检察处也伫20早受理上合行无理由唔批准员工请特休，佮有牵连到无依法付加班费等数项的检举案，会派员实施劳动检查，并且依法查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华师范大学附近的车路大部分拢无进行到，因为学生就把主动发起争取路权的活动，希望建立友善的行路空间。彰化市公所就表示，学校头前的进德路确定会来设置飘线型的进行道。啊，那学校附近的实践路，当咧和附近的店家，还有居民沟通，那总有共识，就会赶紧来做。民众用塑料伫路的画标线设计友善的人行道，这是中华师范大学附近的实践路。店头前有便当架仔清好，但是并无设人行道。那伫食饭时间，人车一坐，交通就会拍结。阮就爱闪乌白停的车，伫咧遮要找食，还是找要消费的店头的时阵，是真危险的。算学生啊，迄下课的时候，社会边啊，学倒摆啦，人啦拢足济啊，哎呀，行路较无方便啦。为着改善用路人的行路空间，彰化市公所办道路讲习活动，邀请当地居民、店头甲学生做伙讨论人行道的规划设计。当地里长表示，居民大部分拢赞成画人行道，但是有的店头烦恼，若画标线时到会影响做生意。有较无同意，但是你嘛是爱咧实行看看啦。啊，人讲画久来行久来，习惯就好了啦。店家伊较担心的就是讲啊吼，伊要落雨的时阵啊，起落雨啊会去影响到吼，其实是袂啦吼。遮来互居民啊，用真快乐的方式来参与涂鸦，啊，互即个活动会当得到居民更较多会认同甲参与。市公所表示，会继续甲当地民众点头沟通，按算伫4月底进前向国土署申请经费，规划实践路的人行道空间。另外，中苏台头前的进德路确定会设标线型的人行道，目前工程等咧发包。记者杨淑成彰化报道。为了要改善交通，这台南2年前就试办取消部分行政区车路强制2段式倒弯的规定，推动人本交通改善计划，即卖也有一寡成果啊。去年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亡减少14.2%，那这过路人死亡是降低10%。交通局也讲有计划讲要在今年内扩大到规个台南来实行，也会来和地方讨论，当时要来推动，会搁再来评估。
机车开到台南民生路、参西门路相车路口，有人是直接倒拐，毛民众是甲惯死徛去台越街，但青阳顶才搁徛。其实伫台南湾市区参永康林地顶10个行政区内，单向双车道路段，才着专门开放机车通徛点内并车道，嘛无强制爱徛去台越街。今年交通局有咧规划，全市拢照安尼来实施。消息一传出来，民众有不敢看法，不太接受，因为我会看路口，因为有些路口如果真的车流量比较多的话，我还是会两段式左转，因为真的很危险。台南市的红青顶吼市区啊，拢无接续，拢无连续性的。那取消这个政策的话，我会使直接转过去，直接沿路安尼行，可能嘛较顺啊，唔免停伫路边啊，即足侪人伫遐。根据交通局资料显示，113年全台南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平110几年减少14.2%，过路人死亡人数降10%，这项试办确实有寡成效啊。台南市日本交通促进协会是支持推动这项政策，因指出，目前敢若日本50cc 以下的机车才有强制台越，其他国家是较罕看到这款规定，因认为以车向分流来取代车境分流的方式较妥当。乐见其成但是希望政府也要做好宣导的角色。宣导大家要提早停完车道，要提早打方向灯。共52条单向2车道，取消内侧进行机车以及管制路口应2段式左转。会以目前办理的成效，并配合交通部的政策来评估全面开放。交通局表示，全市全面推动的时间目前也未定案，主要牵涉到原台南园区后续的生产地方参详，兼调整相关标志标线设施，才会公告时间。另外，伊嘛强调，虽然机车会使徛内并车道，不过台越街嘛是会保留，通互有需要民众来使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台南关庙边仔头宝东窑，2001年因为地主种地要开路，却去挖到清朝时代做糖的遗址。即马经过3年的考古研究，确定这就是全台湾目前头一个清朝时期的糖窑遗址，对台湾做糖的历史有关键地位。那本书界也希望讲会当原地保留。这个是专门生产区，这专门清朝的时阵的工厂啦。甲旁部掀开，会当看到一大片叶皮啊，阁会当看到古早时代制糖的古窑。虽然遮有互土盖过，不过因当讲也是看甲真清楚。这个地点就是清代的下路窑。方向正是窑尾，窑头在前面，它的窑尾结构保存得非常完整。我们可以看到后窑壁，烟囱的烟囱3个一排。还有烟囱下面的排烟道，这些结构呢，很清楚的呈现了所谓半岛堰式的窑炉结构。2021年，因为地主要种地开路，才去挖到这个清朝做糖的遗址。不过，其实文史界伫国较早之前就已经发现啊。大概在103年的时候，我来此踏查，突然发现这一块石头，那距离现在大概有3500到4500年，特别在周遭巡视，竟然发现有糖肉的，还有肉罐。那么我确认，这边就是一个糖肉的遗址。伫遮嘛发现到大量清朝用来做糖的工具，这即马伫台湾嘛已经真罕见啊。为着保留安尼历史人文特色，文史界是希望会当完整保留。窑址位在私有土地上面，那对于后续的一个所谓进行扩挖的一个调查，亦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字的审议部分必须要再跟土地的所有权人那边再进行一些讨论那希望能够让整个一个遗构的一个完整性可以在后续的一个调查里头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学者认为，这清代的下路窑虽然敢若剩一部分是完整的。不过，对台湾的下窑甲制糖的产业历史来讲，也是真重要。当地嘛建议会当设文物典藏来保存，互后代会当继续来了解故乡的历史。公视新闻综合报道。伫咧嘉义市西边的大溪厝边啊，就是这闭满卡排水，庄内拢是种稻仔的田，是嘉义市农业主要产区。庄内要成立水环境教育园区，配合着这做田的时间呢，举办着这行托体验，带民众行到这社区内面的农村，更加了解到在地的美。
社区的民众甲参加行读的民众来插秧啊，有的人是完全无经验，有的人是细汉时捌做过，伊想袂到参加行读，佮有抱田的体验，嘛感觉真新鲜。因为足久拢无算过啊，即摆来参加都很有趣。为了要互民众了解家己市在地农产甲环境，家己市的大溪厝社区配合环保局举办农村美食的行读活动，除了户外的体验，佮请老师来教因做物件。参加的民众讲，这个环境真清幽，佮会当学到新的物件。这边吼是大溪厝的环境教育园区，啊，这个环境教育园区的边仔拢有种咱的稻啊。啊，所以咱家吼一档内底拢会讲咱的食农教育，啊，食农教育拢是以米作为主题。现在刚好在推广，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些事情，对啊，然后周围环境又很好啊，真的可以放松。大溪厝伫嘉义县市交界附近，是嘉义市内少数的农业社区。环保局表示，利用早冬捕田的这段时间，伫社区举办美食文化的行读，那希望民众了解米的生长甲运用，嘛会当学习环境教育的知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4年一考的林园洪文宫妈祖海巡，今年活动是伫咧新历的4月初9起过。伫咧活动开始呢，妈祖会对这60只船内面警5只出来，要来替众神服务。开始啦吼，第一只福昌3号黄上。由洪文宫主会代表跋杯，为这考的巡香活动来宣传护送妈祖、水仙尊王甲3季千岁5只公船。洪文宫4年一考的海上巡香将要伫4月初9起过。洪选做公船的渔民讲，就算所有开销拢爱家己自费，就算这段时间拢无法度出海掠鱼，只要会当为妈祖服务，因拢欢喜甘愿。就讲有啥物缺陷之类的啊，后壁。你了妈祖王爷嘛，到保庇到谈得啊，所以讲这对我们来讲无啥差别啦。它这样的仪式其实是源自于渔民在古老的时代，他对海上作业的2种渴望啊，一个是渴望平安，一个是渴望丰收。上早会当追溯到清朝的妈祖海巡活动，主要任务是要扫除海域上无好的物件，保庇渔船出入平安大丰收。洪选做公船的船仔，等于是伫咧执行公务。这摆跋杯结果也真趣味，中选的船仔大部分拢是10吨以下细只船仔。庙方讲，这是妈祖慈悲。阮选到只有拢坐细只的，大只船仔拢全部要让出来，有人加坐。啊，这相信嘛是妈祖。伊足厉害的所在啦。细只是偌细只，歹势啊？细只甲我支一点桥，有当下佫支袂落，甲佫悬空起来，佫吊眼靠我都扛下来，啊无扛袂落去啊。洪文宫表示，今年有20多只船参加海巡，海巡路线对林园出发去台南安平回乡。对妈祖回乡的所有渔船，拢会用灯火花蕊来装塔。回程迄天，妈祖也会自驾高雄港，到时民众会当做过来感受这个全国规模上大的妈祖海巡文化。记者柯雅如、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来去片导演林团秋14人有拍6支台语片，国家影视厅中心邀请日本学者用世界电影的角度要办林团秋影展，互民众用更较快的角度来看台语片要停学的观点也个避限。都唔知安怎，吼，主子啊，要无人互我看一个都好啦。以上甲乱情做主题的台语片《丈夫的秘密》是导演林团秋1960年拍的电影，伊翻翕20年前的日本电影《雷的责任》。不过，伊重新塑造男主角听现出2种的个性，嘛甲女主角塑造做有主体性、明事理的角色，这些拢是台语片真罕见的手路。研究台湾电影日本学者认为，林团秋的改编不是单纯翻翕，甲 copy 日本电影的手路尔。对于当时的那个拍台语片的导演们来说，或者说制作人来说，可以说是禁用日本片子的一种方式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又global 又 local 的一种新的台湾的电影嘛。导演林团秋在1957年至1965年中间拢总是拍6支台语片。日本学者表示，像大家嫌疑犯5月13伤心夜等等，拢通看到林团秋对日本作品改编的混合。但是，放在世界电影史当中，嘛是有时代关联性的。希望透过影展甲展览，甲原作和林团秋改编的作品来同齐呈现，互台湾观众会当用更较快的角度来看台语片。这部片是迄种伊家己
拍了连加的还袂真正加出来，伊就感觉讲这片无够好，伊就感觉讲也是莫摕出来放就好啊，嘿啊，伊对家己的要求较悬啦。所以阮即届嘛有特别吼，甲迄一寡无去的片，剩一寡残缺的片啥，拢有甲特别伫啲展览内底吼，甲摕出来放。国家影视厅中心表示，这届林团手的影展自3月初1起过，由日本学者米萨瓦妈咪的规划，除了会当看到林团手导演的经典作，嘛会公布2个特殊的作品，一个是高档也未吹掉的探烟花，会透过剧照还有剧本重新呈现风貌；另外一个是伊无加完成的桃花线，嘛会透过影展头界对外放送。记者卢尚珠、郑准由新北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2度到22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0度到2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2度到2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2度到21度。平湖金马马祖对7度到18度，